伊我都讲过这个物件出来，这是相当的意见嘛。咱过去写在这，比如讲武商，就讲清净法身份，清净叫做王法不身份，微妙法叫做千百万法身份。其实三者就是讲，这三者力量作为来讲，清净法是王法不身，千百万法。清净法是对咱的自信，王法不身对咱的地位嘛。千百万的化身，你有一个真正清净法身，王法不身对你的自信流露出来地位，会当对应着足济千千万万的遐个气脉嘛，千百万化身嘛。各位，咱进大个不是拢是千百万化身嘛？你会当去讲道理，会当去大爱一个众生，会当结识的，你不是拢叫千百万化身嘛？我心里千百万化身，所以咱会当有这30分咱的心。若安尼当中呢，因为每一天伊知这个物件，但是可惜，因为伊无证着咱六祖的这个证据，所以过去六祖迄个时阵，你想应该来说，行书来说，因为拢有叫六祖圣会道呢，过去的内底习主的内底当中拢有叫六祖甲圣会道呢，咁是安尼，所以咱当开做一方的道理，安尼啦过来伊个今日就我出这第8分啦内底对照片呢了还会当连贯，当然有足济咱讲袂着的，看袂到，咱就看咱家己智慧啊啦因为咱我做事，平时来讲地方咱咧讲到伊个心情，迄个描述有所不足，咱这个所在。大家互相勉励啦咱平安，这个所在最后，祝福各位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。